大哥戲內戲外五段情。我而家叫你扮王子啊嘛。鄧光榮有學生王子之稱，同佢合作過嘅女星不計其數。因為大哥講得一口好英文，芳芳姐當年同佢好投緣㗎。77年同張艾嘉合作拍《波斯夕陽情》，仲傳出緋聞。你哋亂咁講，佢嗰時候係文藝片嘅小生，即係最紅嘅小生嗰時。心臟病好似話嗰啲，你知唔知？真係唔知，真係唔知。佢睇你次次都睇嚟到好健壯，好 happy 啊！聽到大哥去世嘅消息，寶珠姐尋日亦好有心到訪鄧家，慰問大哥一家人。大哥同台灣女星甄珍合作過10幾部文藝片，仲話好唔捨得佢。我25號才跟他在一個朋友的女兒結婚的 party 上碰到他，他果然好親熱，然後抱着我，跟我握手，搖啊搖啊搖啊，問我好不好。他是一個就是很開朗、很熱情啊，非常講正義的一個人，就是很感慨。我覺得人生無常啊。